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報，8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。預料本港吹西南風，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。喺上午8時，颱風紅霞集結喺香港天文台之東北偏北約80公里，即係北緯22.9度、東經114.5度附近。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，時速約15公里，橫過廣東內陸。紅霞正穩定地移入廣東內陸及逐步減弱，但烈風仍影響本港多處地區，離岸及高地間中吹暴風。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會至少維持至中午12時，隨後天文台會視乎本地風力減弱程度，考慮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受紅霞相關嘅雨帶影響，本港今日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，海有巨浪及湧浪，市民仍需繼續保持警覺，遠離岸邊及停止水上活動。喺過去1小時，長洲、流浮山及天星碼頭分別錄得嘅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75、75及74公里，最高陣風分別超過每小時116、108及98公里。依家由葉俊霆報道新聞。天文台改發8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，預料會至少維持到中午12點。隨後會視乎本地風力減弱程度，考慮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天文台處理高級科學主任吳彥霖表示，颱風紅霞正穩定移入廣東內陸並逐步減弱，但烈風仍然影響本港多處地區，離岸同高地間中吹暴風。受紅霞相關雨帶影響，本港今日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，海有巨浪同湧浪。市民仍然需要繼續保持警覺。8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同埋黃色暴雨警告現正生效。早上8時，颱風紅霞集結喺香港天文台東北偏北大概8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，時速約15公里，橫過廣東內陸。紅霞正穩定咁移入廣東內陸同埋逐步減弱，但係烈風仍然影響本港多處地區，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吹暴風。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至少會維持至中午12時，隨後天文台會視乎本地風力減弱程度，考慮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受紅霞相關嘅雨帶影響，本港今日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，海有巨浪同埋湧浪，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覺，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水上活動。至於天氣預測，吹烈風程度嘅西至西南風，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吹暴風。之後風勢逐漸減弱，多雲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，海有巨浪同埋湧浪。展望方面，聽日仍然有驟雨，之後嘅1-2日雨勢有時較大，同埋有狂風雷暴。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，吹烈風程度嘅西至西南風，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，稍後風勢逐漸減弱，多雲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。最高氣溫大約29度，海有巨浪同湧浪。展望聽日仍然有驟雨，隨後1-2日雨勢有時較大，同埋有狂風雷暴。8號熱帶氣旋警告同黃色暴雨警告現正生效。現時氣溫25度，相對濕度92%。